亲爱的主啊，这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上，主，我来到你的圣所，我要将我全人交在你的面前。主啊，跟你亲近是何等的美好，跟你相处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主啊，你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我呼求你的圣灵能够来到这里，亲自的触摸我们会堂上的每一个人。主啊，你的灵在这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我们呼求你，哦，亲爱的主圣灵啊，亲爱的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来到这里，亲爱的主圣灵。亲爱的主圣灵，我诚挚的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求你保守现在正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会堂的这些会友们。主啊，你保护他们一切都平安，也求你赏赐从你而来那喜乐的灵，来浇灌我们会堂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浇灌我们，浇灌我们。主啊，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你就会大大的充满。主啊，你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你的圣所，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将我们所扛在身上的重担全都交在你手里。主耶稣，你这样子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啊，在上周瑞平牧师他说的，主啊，我们要放心交给神，因为神你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我们抓着你的应许，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在你的怀中得安息。主，我要得到那真正的安息。主，帮助我将属世那些缠累在我身上的种种的一切，主你挪去吧。主，求你挪去这些东西，拦阻我亲近你的，求你挪去。主啊，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坦然无惧的将我自己全然交给你。主啊，你说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的，是蒙你喜悦的。主，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将自己献上为祭的这样子的祭，是你喜悦的。也愿我们口中向你的祷告，主啊，你都垂听。主啊，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流泪祈求到你的面前，哀伤的灵你都不轻看。主啊，我们心中有很多缠累我们的，主，我们心中有很多需要被你释放跟医治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跟运行。主，我们富强教会是神你所设立的殿，主啊，我们的教会是你的家。主，你就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教会的头。主啊，你的圣灵在这当中运行，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主，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我们，让我们全然的可以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我要为
在场的所有的会众，以及今天是松年主日，我们要献上祝福。主啊，在箴言20章29节，你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在诗篇92篇12到15节这样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哥林多后书4章16节这样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却心思一天。”主啊，你的灵在这当中浇灌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心思一天又一天的那个源头。主啊，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全然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这样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Amen。”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宣告是因为神的信心来到神的圣所里面。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种种困难。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勇敢的向前。我们生活中不论有多少的软弱跟忧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神掌权。 Amen 吗？ Amen。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无论我们处于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要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我们虽然看不到我们前方道路，但是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打一场胜仗了。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在神从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大声的来宣告：是啊，主，我们要凭着这样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歌来对神宣告。
能被摇动的。主啊，你的国度要建立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那不能震动的国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我们用这首歌来赞美归给我们的神。永远，一切智慧，你的力都在他的手中，不受时间限制，他掌权在历史中，神迹何等伟大，他的作为多奇妙。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不能被摇动。耶稣基督，我的神烈火中，我的跟随唯有你。我的王有能力实行拯救，不受时间限制，他掌权在历史中，神奇何等伟大，他的作为多奇妙。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永远你的国，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永远到永远，你的国不能被摇动，不能被摇动，不能被摇动。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宝座上君王，在众君王之上，权柄直到万代，你的名配得被称颂，带着一切尊荣，从永远到永远，你的国不能被摇动，不能被摇动。不能被摇动。
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主啊，我们要来对你呼求，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要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主，这是我们的来祷呼告，喊你的名，高举你，更多更多来高举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用爱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献祭，用爱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要宣告，我们依靠耶和华，因你慈爱不动摇，你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是我们的宣告，我们依靠耶和华，唱诗歌颂你大能，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再一次对神宣告，我们依靠耶和华，因你慈爱不动摇，你的能力显为至高。我们依靠耶和华，唱诗歌颂你大能，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是啊，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诗歌，我们来唱，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愿我们在这里敬拜的馨香的祭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爱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是我们的神，
你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是的，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唱，我们要来唱，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把荣耀都归给神，拍手感谢主。亲爱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因为你的宝座在这里，你的恩典也在这里。你要圣洁这地，洁净这地，让我们的敬拜真正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主啊，因为我们的心也被高举，我们的心敞开，圣灵的恩典进入到每一个渴慕仰望主的人心中。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你的百姓都得着造就，得着祝福，得着恩典，也得着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两处，第一是出埃及记3章9至12节，第二是利未记19章3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的确听见了我子民的哀嚎，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可是摩西对上帝说：我算什么？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上帝回答：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证。你们要敬重老人，在白发的人面前恭敬侍立。你们要敬畏我，我是上主。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提摩太牧区，献诗歌曲是为爱而生。那献诗晚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银发岁月荣耀服事。
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我们的提摩太牧区，谢谢他们美好的服事。我们提摩太牧区在疫情这段时间比较少来参加献诗所以今天又重新恢复了。我们期待今天呢，无论是敬拜团还是我们的青少年的献诗都是年轻人来服事。我们给他们一起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谢谢。今天是松年主日但是我们的长辈都在第一堂服事完了所以第二堂我们是年轻为长辈欢呼年轻人为长辈来荣耀。那我们也用相关的信息来一起来学习，一起勉励。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份荣耀，跟我们教会许多长辈共同服事，共同敬拜。他们走过人生许许多多的经验跟路程，我们也确信他们成为教会的祝福，教会许多的服事的经验要继续传承。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的基甸还有我们的提摩太参与了整个敬拜，带领我们敬拜主一个荣耀的敬拜，一个蒙主恩典的敬拜。感谢你，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一起勉励，一起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第二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还没有挂那个这个红花还有标签。我现在现场只看到我们的伟新兄他是我们代表长辈，还好今天有长辈。那牧师过几年希望也能够带上去了被大家祝福还有楼上就是说表示我们大部分的都在第一堂他们比较习惯说台语嘛也在献诗，也参与礼拜服事。那虽然我们在场的长辈不多，但是我们要用这个主题来思考我们的家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遇到的社会许许多多的场合，都有许多长辈在我们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见他们被神所重用，也成为荣耀主的一群？
所以我们要一起分享说，银发岁月，荣耀服事。我们只要所以看到出埃及记第3章的9到12节，这一段是我们的摩西，出名的摩西，他被受召的一段经文哈。刚刚我们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一段了哈。秋平只是请大家一起念。那我要再从这个经文的脉络来引导到前面摩西为什么被呼召哈？那这段话是上帝在跟摩西显现之后所说的话，他有这几点，我们等一下大纲也会再提到。他说：“我的确听见了我的子民在哀嚎，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这一段是我们的摩西呢，他被呼召的第一句话。然后他说：“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你去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一个，百姓在埃及受苦；第二个，摩西你要去把以色列人百姓领出来。再来，摩西有一点犹豫，他说：“我算什么？我怎么能到埃及王那里去呢？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这是很普通，或者说对一个自我认知很实际的话。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在旷野40年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都是在旷野里面，我怎么样又回到那个最激烈的战场，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然后上帝就给他这个回答。上帝回答：“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我要你们在这山上敬拜我，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证。”好，那我们就看到摩西为什么会在松年受召因为我们知道松年从我们的认知里面，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但是这个时候被呼召来服事。我们再来回顾前面那一段话他怎么说呢？第1节他说：“有一天，摩西为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放羊。他领了一群羊，横跨沙漠，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80岁还在工作，80岁还有岳父的羊，他要来放羊。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区，羊群没有固定的草场，因为要看哪里有水草，他就带领他这边吃。当然被羊的嘴很厉害耶，那个草可以咬到剩下根了。没草了，当然就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边放着让它自动在生长，对不对？好，那我们的摩西他竟然还在放羊，而且还要长途带领他的羊群去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横跨沙漠，那等于是非常庞大的任务啦，不是很简单围在一个羊圈里面按时候给他喂那些饲料就好。他要跨沙漠，而且到上帝的山何烈山，就是我们习称的西乃山。那这个时候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在那里上主的天使像火焰从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在荆棘里面又有火焰向摩西显现，但是摩西所看到的景象是怎么样呢？荆棘着火没有烧毁。我们都知道那些干的那个草不知道大家以前在露营或什么地方有没有烧过这样的草？现在我们现代人呢要看明火很少除了你家的瓦斯炉你在任何地方随便点个火，人家都会注意你但是以前呢，明火是很正常的，而且那些草一烧很旺，马上就烧掉了。所以为什么要用木材？而且越硬的木材，它可以烧得更久。但是摩西他的经验不可能这些荆棘应该是晒干了才会着火吧？它着火应该马上就烟就吹掉了，就没了。但是也没有。但是他就知道这个有异象在那里，所以他就听到了神在荆棘中向他喊摩西，摩西，摩西就回答说：“我在这里
摩西说：“我在这里。”他很觉得奇怪，荆棘为什么不会烧毁呢？上前去看，然后当他专注在看这个荆棘被火烧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出声了，说：“不要再走近，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的6+1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荣耀，荣耀。”在神的临在的地方，就是荣耀的地方。那在旷野、在山上那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因为火在荆棘燃烧，神说这个就是圣地，而且还在摩西面前亲自的印证说：“我是你的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确信说，原来在荆棘里面出生的是神，所以他就有一点畏惧或是敬畏，就赶快遮着脸不敢看上帝，因为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说，你看到上帝的面，你就没命了，命就没了。在这个时候，原来这些意象都是引导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摩西受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7节刚刚我们有看过那一段的9节类似他说：“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我知道他们的痛苦。”然后他说：“你下来，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干嘛呢？领他们到肥沃宽广、牛奶与蜜的地方。那边原来有人哦，所以不是简单的事，你要做征战。那里有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原来就有人了。那因为当初你的祖先已经移到埃及去了好几百年了，那现在别人居住了，你要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连接到整个摩西受召的经过，我们一个简短的大纲来把它囊括起来。摩西在80岁的时候，他还在劳动，还在工作，还在劳动，还在工作，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一般人的想法，80岁就是退休养老啦、悠闲啦、过日子啦，但是他还是在劳动。而且你看，把羊群带经过旷野到山上，那不是简单的事啊。羊也不是听你的话你喊一声它就过来了，要赶呢。跑掉了还要把它带回来。耶稣说一只羊迷失了，我要去找回来，很困难的事。表示摩西他那个时候还很健壮，身体很硬朗，而且还他为他的岳父米甸在做放羊，米甸的祭司叶特罗。那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上摩西受召，他说在上帝的山何烈山，上主的天使像火焰从荆棘中向摩西的显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荆棘被火烧，什么意思呢？是你的神圣的呼召，受呼召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有。有人是受召来受洗来信主，有人是受召来从事一件伟大或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有人是受召像牧师一样被呼召来当神的仆人。你要紧抓住这个应许，因为摩西在荆棘的火当中遇见了神。所以摩西他受了什么任务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知道了，上帝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渴望挣脱奴役中哀嚎跟痛苦，所以摩西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领他们到哪里呢？肥沃宽广、牛奶与蜜的地方。好，重点在这里。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祖先雅各，跟他的12个支派的儿子都已经在埃及落地生根了，已经落地生根了。他们在那边当奴隶，但是从种种迹象来讲，他们已经习惯那个当奴隶的生活，反正能安稳过日子，安稳的有饭吃，不要节外生枝就好了。但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意向跟任务是要超出这一个的，不只是要脱离奴役，
而且重点在这里，上帝给他们承诺，12节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我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你们要在这上敬拜我。”这就是我猜你的凭据。第一个，因为神的同在，摩西刚我们看到经文里有写他说：“我算什么人？我怎么有可能做这种事情呢？”上帝说：“我跟你同在就不一样。”弟兄姐妹很重要。我们常常会看到一项任务交在我们手上，你会先想到评估说，到底我能力够不够，我的学识够不够，我的时间够不够，我的专长够不够。但是请记得，有神的同在，不可能被变成可能，困难的事被变成容易的事。而且你发现很多事情因为神的同在，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你个人的一种潜能都被发挥出来。所以神就常常喜欢做这样很特殊的事，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领他出来当领袖。那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要脱离奴役脱离那个已经很安稳的生活，那个不是重点。他是说你们要这山上来敬拜我，那个才是重要。因为埃及当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而且呢，如果从种种的这个历史的一个研究也许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被法老王把他抓去盖金字塔，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虽然没有很明确来讲，但是我们知道金字塔是在沙漠上建立的那个是多么大的劳苦啊！那神说你要到一个自由流奶与蜜的地方，而且要在这山上敬拜我，这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重大的目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也还可以啦，很 OK 啦吃穿不愁啦。但是神说你要脱离这个安逸的环境，你要脱离这个舒适的环境，你要接受新的挑战。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不愿意，因为已经习惯了就好。但是神说我要让你来敬拜我，让你来超出你的原来的境界，成为一个更提升的境界。我们有没有可能有那种非常敏锐的心去看见荆棘里面神的呼召呢？神在你身上，你的荆棘的火在哪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会看见说，摩西在整个外在的环境里面，他已经在旷野40年了，不问世事了，对整个埃及的环境也不很了解了。但是神说你要去。我们也可以看见说，特别是他是老年人80岁被受召，可以印证诗篇92篇14节，他这样说：他们年老之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就如同义人受祝福，他说他们像栽在上主圣殿里的树，在上帝的庭院中繁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刚刚早第一堂我们在敬老的时候，我们教会有132个长辈70岁以上，而且是足岁哦有的教会人长辈比较少，就用69岁，我们台湾会把它来祝福。我们教会是70足岁。那看到他们第一堂礼拜，哇，一大票，哇，好几十个一起唱诗歌真的很感动，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在场的是比较年轻一辈的，我们怎么样看银华的服事呢？银华的岁月要有荣耀的服事，其实我们都很了解。特别在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还在职场上，你们都面对同样整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现实，就是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就现在已经是高龄的社会，那再过几年就是超高龄了。超高龄，在2-3年以后，它有一个数据啦都大概几岁70岁以上有多少人，就是叫超高龄。我们除了日本以外，我们在亚洲是最高龄的社会。所以从我们面对整个社会，因为这个台湾是一个大家是一群人
共同的有一份子嘛，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早有预备，早有这样的理解，你就不会被再来的景象所惊讶到。第一个，我们老年人的年龄的界定不再是看日历的年龄。有的老年人身体很强壮因为他作息很正常就常常在运动体能不输年轻人。牧师在之前的牧会的教会，盐城教会，那时候还更年轻陪他们出去外面去踏青或是去旅游有些老人走路比牧师还快，因为他天天在走路那我们都骑机车跟着没有用走起路来都输给他们，而且还要爬山路有些步道，对不对？那表示说，我们的长辈他们只要保养好身体，他们还是很有能力，而且头脑清明，智慧非常的清晰。但是台湾100岁以上的已经数不完了，以前是很零星1个2个，现在是数不完了。这个月初，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感受，就是说有一个91岁的老翁老阿伯，他抢着要开车出去，然后要倒退，可能不小心一踏油门就退得很快去在一个药局前面去撞到一对母子，这位妈妈可能被撞到要害，那就过世了。我们一看会觉得有很多感受出来，一个是觉得说那么老还在开车，第二个是他驾照已经被撤销了还在开。但是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是台湾可能面对的一个实际的环境。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他为什么要开车？这个年纪的人为什么要开车？那就是个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觉得开车比较方便，不要麻烦到别人，我自己要处理我的事情。但是其实他的认知，其实他的一个感应能力已经衰退了，没有人来阻止他。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街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啦，我们的长辈他走路不方便的。但是又想要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就骑了一辆4轮的电动的他就在路上慢慢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老年人跑这样出来干嘛？当然这个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但是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社会的长辈越多，许多人他自己勉强开车或是骑这个电动车出来，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的社会是要解决他们为什么要骑的原因，而不是说怪他们不骑，为什么要骑。我们教会的前面有一个长辈老大人他每一次我们教会在垃圾车来收那个回收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他整个人已经弯腰差不多已经要80度了，因为那个脊椎已经弯了，但是还在回收垃圾。回收这些环保品，而且他不只是来那个垃圾车那边收人家拿给他嘛，他每次常常出去的时候看到他就骑着一辆脚踏车，晃来晃去，很多人年轻人经过都很怕碰到他，赶快闪边。他就是，我想他一定不是缺钱的，但也有一种很特别的习惯，他觉得收集这些旧物是很有趣的。但我是觉得他是为了觉得我这样才有意义，而不是坐在那边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那这个社会已经面临到这样的现象，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去处理？很多先进的国家，日本、荷兰，他们都已经把老人的定义都改变了，而且让他们很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活力，包括他们的安养的社会宅盖得很像一个小城市一样，市集也有啦，表演的也有啦，各样的活动都有这样子。第二个，我们要面对老人在进入职场，不是为了营生，而是为了健康跟生活意义。我们看到日本最早老化，所以他们曾经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他们，原来
他们的那个高速公路还有收费站，收费站都不是年轻人，都是这些长辈，啊，他们就在那边啊。那我们有看到说很多的那个大楼的管理员哈，都是长辈。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已经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来张罗，但是他们觉得我要活着有工作，有意义。那最大的重点在这里，是因为以前在牧师小孩子的年纪，或是更早一点，二次大战后，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大概60、70岁。换句话说，你勉强做到65岁，其实已经快到人生的一个尾端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好保留的，或是没有什么好这个矜持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子女，因为你要靠子女来照顾你那个老后这一段年纪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平均年龄，女性的已经85、86岁了，长辈男生也差不多83、84岁。我们如果正式从65岁退休，我们还有20年的生活要过。如果你没有收入，你钱从哪里来？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生活的压力太重了，而且我们整个物价高到高不可攀，年轻人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得已啊，哪有可能还来照顾长辈呢？要不然长辈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年轻人，年轻人可能留不住，因为他马上就用光了，因为没有办法留存，那等于是老年人也没钱，年轻人也没钱。所以换句话说，老人的安养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了。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非常的详细讲说，我们现在呢有可能要面临到一个年轻的工作者要养一个老人，那可能会更严重。换句话说，你交的税金一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老人，那是个不得了的庞大负担。为什么日本人以前经济发展那么快，现在为什么已经20年没有办法成长？他们从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长辈太多，他们必须要照顾这一群长辈，整个国家的 GDP 都要负责照顾这些，这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你必须面对的。所以变成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养儿防老，要靠自己。我们现在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你40几岁、50几岁，现在又开始为你老后的生活要储存了。这个是我们国家面对的现象。那能够健康到老，那还是更重要。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前1个月还在宣告这个新的首相特拉斯，对不对？他才当了40几天呢，没想到40几天还没完，我们的这个女王就过世了，特拉斯也跟着下台了。不过这个有意思的是说，当然她是女王了，被健康照顾得非常完整，但是我们会想到说，前不久才在那个召见新的首相，然后过没多久说，你的那个晚辈要赶快来，因为女王要过世了。换句话说，她很健康，健康到离开世界就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人怎么样照顾好自己，而且在老后的时候不用卧床，这个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健康，我们整个全民健保这个最重大的一个课题。这个都是我们目前面对整个老年人的安养很重要的。我们期待年轻人很早就开始预备了。我们靠老人年金，靠投资，有时候不稳定，你必须要为自己预备一个足够的经费，能够让你老后的生活非常的安稳。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摩西他怎么样一个หิ瓦的岁月有一个荣耀的服事。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他在老年的时候，他活出了生命跟服事，他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他是一个有规划的生活。虽然他是逃难他等于是这是逃离那个埃及，因为他杀人嘛，逃离到旷野去。有些人
遇到这样的挫折，整个人生就颓废了啦，好，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但是他不是，他继续保持他的健康，他在那边建立家庭，他为他的岳父叶特罗来照顾羊群。他是一个有规划的人生，在80岁还能够做很多事情。第二个，他是过一个有生活的智慧的一个老人，因为从荆棘里面的火，他发现到他人生从来没有看过的。也许小孩子看到会觉得那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你不懂嘛。但是老年人80岁了，他的生活经验不曾看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引起他非常敏锐的眼光，说：“哎，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特殊的意象，到底在展示什么？”所以他就从那个地方看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可能有很多人从荆棘里面在被火烧的时候，你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就错过了神的恩典呢，神的祝福了。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多人看过那个电影《魔戒》哈，《魔戒》这一部电影，它原先是一部很大部头的书，是这个作家他原先是有教会的思想在里面。他里面提到一个角色，我们都知道一个老人叫甘道夫哈，甘道夫。这个甘道夫他出现的时候，哇，很多事情大家都安心，看到他来了，哇，就知道说有救了事情又可以解决了，再大的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换句话说，老人的智慧是挖不完的宝藏。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你的家长、你的长辈不跟你生活在一起，但请记得会珍惜在你旁边的长辈，你很多宝可以从他身上挖出来。其实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多世界的变化，你会从他嘴边听到这些话，你就知道说哦，那可能后来这个世界会变化，会变这样，因为有一个脉络可以找。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一点的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什么叫卡带，有没有？卡带是什么？卡带这个当时在听那个音乐都要一卷一卷的卡带，然后要塞进去，然后才有音乐可以听。有一段时间，大家流行租那个录影带，有没有？可能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啦。时间在变化很快，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从长辈当中，你跟他的讲话当中，他会分享很多有智慧的事情。弟兄姐妹，有一句话说，台语说“老人无讲古少年唔捌补”，意思就是说老人他讲的一些话，你听起来好像没有趣味，但是你如果详细讲，他为什么会讲这一些，从你的生活体验去印证，你会发现很多宝贵的事情从这个智慧里面，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冤枉路这样子。第三个是摩西，他有丰富的生命经历，年轻的时候不可一世，他在埃及的王宫当王子，他可能一出巡前呼后拥的享受珍馐美味，当他一旦发生事情逃离的时候，一无所有。人生的起落在摩西身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但他没有因为这样受挫折就颓丧下去。他因为在这边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上帝在呼喊说摩西摩西的时候，他回答什么？他回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回答的话，但是你如果从经文的脉络会看到说哦，原来如果有人在讲夏牧师，我说谁啊？你会知道是在问说谁啊？怎么样？但是他说回答我在这里，表示他跟神已经有很亲密的一个互动，他知道这是谁在叫他。那这个就是整个生命丰富的体验。弟兄姐妹，你去谨慎的或是很敏锐的去体验神给你的呼召。有可能我们没办法像荆棘的火那边的明确的，但有可能神会差派一个天使，或是神会透过一个人去跟你讲话。你有时候觉得说这跟我无关了，不甩他，听了就忘了。但有些人敏锐的心说，
这句话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耳边？为什么会对我讲这些话？一个敏锐的人，是因为他有生命丰富的体验。摩西因为有这样丰富的体验，当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勇敢去见埃及王。哇，他所处理的事情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能做到的，能够经历那个埃及的法老10次的灾，还不答应他们出埃及，你就知道说，如果那个老伯丁的80岁的摩西，可能我们老早就破功了老早就破功，就算了，不甩了，不做了。摩西的生命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体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在家里面有长辈，你在社会当中有这些你要照顾的长辈，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有那么多的长辈，期待大家你从你的经验当中去吸取，怎么样去照顾或是安排这个很棒的一个活动跟聚会节目，让我们的长辈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且呢，我们教会很多长辈，他们是年老了才信主的他不是年轻信主了，一直到长辈，而是他被感动了。圣灵会感动一个老年人来信主，那是现代的事情就不困难了。那我们期待我们对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不要认为老人不好啦。有的教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说我们要找年轻人来信主，这样比较有价值因为他可以在教会很久。老年人了没几年了，算了不要。这个态度很奇怪，因为这些老年人他要进到神的国度有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他可能年轻没有注意到，或是没有事情，没有那个机会去思考。这个时候邀请他来信主，那是最棒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教会有各方面的服事，我们可以从长辈里面看到这个典范，期待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其实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基甸牧区，我们的提摩太牧区在服事，我就很感动，发现看到说，我们教会已经有新的芽出现了，我们的新的枝干越来越长越壮了。那长辈就可以放心不然有的长辈他不愿意放，是因为没有年轻人可以做，那只好自己老人自己出山出来服侍因为没有人来帮忙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传承，尤其我们教会要迎接50周年，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位，你家里有长辈，这是你的宝贝；教会有长辈，也是我们教会的宝贝。我们期待我们要对长辈的尊荣，就是像利未记19章32节对我们的提醒说：你们要敬重老人，在白发人的面前恭敬侍立。记得几年前牧师讲过一个小故事，我来再讲一次，来做一个结尾。他说，在印尼的巴厘岛，那个早前的时代有一个很奇怪的习俗啦，他们竟然是要把过了年纪的老人要把他杀掉，来祭神。所以村中都没有老人，然后他觉得不错老人不要奉养多好但是有一次，他们这个村落里面的一个会堂，就是他们公众要集会的会堂已经破坏不堪了，要重新盖。所以这群年轻力量来，我们来盖一个没有遮掩而且很宽广的一个大会堂，没有人会，因为那个怎么样绑那个绳子，他们的一些木干还有那些整个草怎么铺没有人会，怎么办？盖不起来，结构不够坚固，大家垂头丧气。其中一个年轻人就跑出来说：你们要不要答应，如果老年人出现的时候，你不要把他杀掉，那我就去找出来。原来他们要把老人杀掉了，这个年轻人他把他的爸爸藏到深山去，在那边让他存活。然后他知道说他们要盖大会堂，没有人会那种工艺，那个工艺已经失传了。他们答应承诺，才把这个老年人请出来，然后教他们怎么样把那个大会堂，一个很宽的大会堂，把它盖起来。那个时候才知道，老人的宝贝。期待我们因为尊敬老人，
对长辈尊荣，我们就看到自己也被成长。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老，你怎样被后辈尊重，是因为你现在先尊重我们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如果有同工敬拜团可以帮忙唱，我们会唱的会更有活力哈。献上活祭，我们请诗琴来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很熟的诗歌，我们一起坐着唱。我心切切羡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停止，你心事直到永远。我主我的王，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属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们副歌再来唱一次，耶稣，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第一个，你为你家中有长辈献上感恩。我们常常会讲到说，当我们有时间陪长辈的时候，长辈已经不在了，我们怀念他们。我们要趁我们的长辈还在的时候，尽力来陪伴、来照顾、来尊荣他们。第二个，为我们教会有132个长辈，70岁以上的长辈在我们教会中，求主赐福他们，让他们享受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生活，也在教会有美好的服事。第三个，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回应主，求主让我们看见长辈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许多美好的服事，成为我们的典范，也让我们学会尊敬长辈，让长辈得尊荣。我们也为教会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怜悯、保守，早日恢复健康。特别我们为幸福小组即将迈入最后一周收割的时刻，求神亲自感动所有的 Base 的，他们愿意决志受洗，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工作困难需求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你的平安在我们中，求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教会的长辈当中，让我们看见长辈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荣耀的服事。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的恩典慢慢的跟他们同在。感谢赞美，知道我们家里有长辈妈妈，求你祝福她健康。我们教会有长辈，这位师父，我们为这个受洗者祷告，求你让他们被死的能够决志受洗。我们也为教会对被动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彼此的保守。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让我们今天透过信息看见摩西的受召，是因为他愿意回应主，不因为年纪，而因为神的同在。他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国家的英雄，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成为整个后代教会信仰一个学习的典范。主啊，我们要尊荣教会的长辈，我们家中有长辈的，求你亲自恩待他们，让因为我们有
足够的规划跟时间陪伴他们，让他们享受老年的生活、荣耀的生活、感恩的生活。主，我们为教会当中病痛的兄姐祷告，求你赐下你的医治，透过医师美好的治疗，他们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享受在主家庭里面的荣耀跟感恩。特别我们为幸福小组进入尾声，开始收割的时候，求你感动所有的 best， 他们不受搅扰，不受阻挡，他们决志，愿意受洗，成为主的子民，让每一位福音勇士有主你的话语，有主你的力量跟信心在他们身上。奉你们的祝福，在座每一位长辈得神的恩典，继续在神的道路上成为我们学习的模范。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先坐进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这个名单哈，从94岁的陈颠登牧师到70岁，今年刚满70岁的，一共有132个。那第一堂礼拜大家比较集中了哈。不过第二堂礼拜也有我们的长辈，我们要给他们尊荣一下。我们要请有挂这个花朵的哈，我们的伟新兄，还有楼上的，请站起来可以吗？我们一共热烈的掌声，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祝福，有没有？1个、2个、3个。好，我们请同工来看一下他们。好我们原则上如果有登记名单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礼金要给他。如果说今天你的会籍不在教会，但是你是70岁以上的，有没有？你会籍不在名单里面不在这个名单里，但是你是70岁来的来宾，我们要收一个小礼物给你，有没有？好，请坐，伟新兄，请坐。还有没有？70岁以上的长辈？没有哈？我们有一些长辈他没来啦那我们想说这样好不好？留到下个礼拜，他们有来的话，我们再补送给他。之后如果没有办法来领到的话，我们就请我们的家人帮忙带回去，要不然就是我们到他家里面来致赠给他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感恩，
也为他们做祷告。早上第一堂他们有非常棒的服侍了哈。好，我们把时间再交给我们的秀婉不是邱平执事来做报告哈报告完我们再做一个介绍。谢谢。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马书14章4节。那我们接下来报告，请翻开第2页。下周主日服事同工，主理肖恩哲牧师。司理李荣泰执事，那其他的侍奉事项再请同工们注意。第3页，上周跟本周各项聚会的牧区小组出席，再请大家自行参阅。那第4页的第一个本会今日呢，10月30日举行松年暨重阳敬老会，那在第1堂也发了红包。长辈敬老礼仪表敬意，那愿上帝看顾每位长辈身心灵健康还有平安。第2个是本会第5期幸福小组进入第8场，那我们为每位 best 能持续参加代祷，并求圣灵动工，打开他们接受福音的心，能够决志签受洗单。那第3点的话，本会在11月13、20两日举办主日福音名人讲座。那请兄姐祷告的心，邀请朋友、同事、同学这2个主日前来聆听。然后第5点，本会12月24号礼拜六晚上在6点在归仁大饭店举行全教会的圣诞联合庆祝晚会，再请会友们预备心参加。那2、3、4点等一下再请牧师补充报告。还有第7点。本会前任的雅茹传道，他在11月12号礼拜六下午2点，在台北的中会淡水教会举行封幕感恩礼拜。那我们恭喜雅茹传道，并持续的为他代祷。第5点的门徒培训事工跟研习会的消息。那我们第4期的那个理财有道，在10月27号礼拜四晚上7点到9点正式开课。那我们欢迎兄弟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那第6点的牧区还有团契消息，再请自行参阅。那关怀代祷事项，请大家持续的为以下事项代祷。那以下再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一个新的报告等一下有1、2点这个强调的，再跟大家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呢，献务小组已经进入到最后1周了我们看到，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有看到那些照片，他们哇，每一期举办的时候好热闹，哇，感觉非常感恩贝斯的很多，但是重点是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受洗，或是说继续来教会，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呢，重点不是我们会办什么节目他们这些同工真的很用心8个礼拜呢，快一个半月2个月他们就用心每一周都预备好各样的礼物啦，各样的活动，让这些 base 的能够愿意继续来。那这个礼拜，等于下个礼拜天就完全结束了，他们必须要加把劲，呼召他们来受洗决志，8个礼拜不简单。那我们想说，他们要不要受洗？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这个代祷团队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就像我们的那个受难周的40天祷告一样，这次是21天。所以呢，我们期待很多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合一的祷告、祝福的祷告、代祷的祷告。但我们的 RPG 都继续那我们必须要更警醒合一祷告，为主得到更多的灵魂。那我们也同心为所爱的教会、我们的牧区团队、团契、家人、教会家庭、国家祷告。那我们这次采取的模式就是但以理21天的连锁祷告。
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10章有记载一段话，他就说但以理他一生都面临着很多的高度的挑战，比如说在火窟里面他没有被火烧，他在狮子坑里面狮子不咬他。那你以为说他有什么特别天赋能力？不是，是因为神同在啊，所以他每一次战胜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透过3个礼拜的祷告，21天，有天使来帮助他得胜的奥秘。所以我们就学习21天的祷告。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大家加入了哈。这个就是这个图片，我们在楼下，左边的是代祷内容，还有礼拜1、礼拜2、礼拜3哈。我们从11月1号后天就开始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意愿，有习惯参加这个禁食代祷连锁祷告的，你就在右边这个空格把它填名字进去。那我们有另外印一张代祷内容哈，代祷内容放在招待桌。比如说你参加礼拜3的，我就把这张单子带回去，看礼拜3是要代祷什么内容哈。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祷告内容。啊，我们同工也会把它po在我们的群组网络上。啊，你可以看到说，今天轮到我禁食祷告。你如果1个礼拜有1天，大概3个礼拜而已嘛，哈，3次而已。如果说我可以2次到3次都可以哈，啊，至少有1次。期待大家等一下下楼的时候可以去签个名哈，至少参与啊，为这个灵魂得救祷告，为我们同工他们在前线服侍哈，恶者会攻击很多搅扰。我们教会信务小组的那个信昌长老，他说很奇怪的，开始要忙今天的一个信务小组，总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把他阻挡了，啊，不然就货卖不出去。啊，他如果退却了，他说啊不要算了，那么忙还遇到那么多困难就不做了。但是他又勇敢说不行，神啊，你遇到越困难我就要努力，啊，他就超越过了，他就看到很多见证出来。那这个就是代祷的一个能力功效哈，期待大家参与至少1个礼拜有1次，才3周而已哈。好，这个是表格啊，我们还有一张单独的代祷内容哈。再来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名人讲座，刚刚邱明执事有报告过，主要是重点是大家，我们手上有一张这个很漂亮的DM 哈我们这张可以带着去邀请别人啊，你有电子图卡哈。第一次的名人讲座就是11月13号，沙依刘命师母，她是新竹建池乡的蔡成功师母，她在半年前4个月前有来过，她的歌声非常柔美我想很多喜欢听唱歌的人绝对会喜欢，又邀请她过来哈。那第二个就是曹永山牧师在11月20号有的人对拜偶像呢，或是祭拜有一些困难没有突破的，曹牧师的见证会帮助我们超越它这张图卡了哈，这张图卡名人讲座图卡，我们除了有电子档以外，我们有特别请苏令姐妹做的很漂亮，看起来很舒服赏心悦目的一张这个邀请卡，那我们去邀请你的朋友过来参加，那为他们祷告，不是有来就好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那第3个报告大概对我们在座的比较没有用因为长辈他们心灵转角说要请他们喝咖啡所以伟新兄等一下可以领1杯咖啡。他说心灵转角要免费提供好，那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广告了就是说，我们台北的一个台北市立国乐团他们制作一个很特殊的节目，叫做长啊灰盔，长啊就是我们的葱这就是在纪念马偕牧师的太太，叫做张聪明女士张聪明女士她这个歌剧用台语歌剧在台北演出非常成功。那这次下来高雄他们特别对南部的教会特别拜托说，大家来推广一下，因为要见证马偕牧师娘她的一个信仰跟她的服事了请大家如果有意愿的话，因为他说要给教会比较便宜的票价大概7折如果70岁以上变成5折不过要到卫武营去看所以下个礼拜天有兴趣大家当成郊游嘛，到卫武营去看这一出歌剧。那另外有我们静瑜姐
小组长他们参与的一个演唱会YMCA 20周年演唱会在11月20号晚上在文化中心演出，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题材，就是孟德尔颂的以利亚这个神剧期待大家能够踊跃去参加，因为它是免费，但是要锁票，我们在楼下有票大家去一起共襄盛举就对了哈。那其中有一个消息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教会在施勤的这位怡婷姐妹，她的爸爸郭正雄弟兄在日前过世要在这个礼拜六上午9点半在殡仪馆的怀帝厅举行追思礼拜如果跟这个家庭有认识想要参加的，我们想要邀请参加的人来一起唱一首卫诗如果你要参加，请在办公室登记一下，我们才能够预计多少人，我们来准备歌谱来唱卫歌来安慰这个家庭其他的消息请大家注意看再补充一句，就是雅茹传道的封墓礼拜，因为很远到了我们大概就没有组队有报名的请各自自己去报到，那搭捷运过去我们就去那边为他祝福这样子，谢谢。颂咏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咏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诗歌后再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保守、恩典在我们所有教会的长辈身上，让他们享受一个老年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有信心的生活，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主领受到祝福恩典，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